你好，你要寄快遞係嘛？係寄啊，寄邊個國家？最有錢嗰個英國係嘛？哇，有咁多嘢！哇，你睇下，哇！專程睇完打的過嚟。多謝，全部都係靚嘢嚟㗎。好，俾多啲啊！呢啲餅乾我幫你包一包佢。呢啲係餅嚟㗎嚇。22.7公斤，23乘以37係851，咁2公斤咁就係777蚊。我呢張單都俾你。慢慢下，你哋係多謝。